好，大家好，歡迎咧嚟到10X 電商系統，我哋嘅 ECF 系統裏面。You have made your first step by being here. So, congratulations to you. 選擇咗喺一條創業嘅路上，揾你人生月入第一個10萬，甚至1000萬。OK，呢個課程係會帶你由零去到10萬嘅，亦都呢個系統係專為新手而設。由零經驗去到開網店，去到將佢擴充到起碼10萬蚊嘅收入。咁點解會咁講呢？係因為好多好多學生咧已經做到，經過呢個咁嘅系統。呢個系統咧唔單止有 software，唔單止有資訊性嘅，唔單止有 support，亦都有一啲 mentorship。所以你記住，你唔係一個人，而係你已經有100個同一樣嘅新手，跟住喺呢個路線圖上面，亦都非常之多做到一啲實質成功嘅案例。好多人都辭咗份工，可以有自己嘅事業自由時間，同埋做到6至7位數嘅。第一樣嘢唔好 skip，呢度我會講少少一啲成功嘅心態。第一樣嘢記住啦，我哋係嚟學做生意。同傳統打工思維係唔一樣嘅。你要記住，你要將你自己嘅思維 unlock，你先至有一個新嘅睇法，therefore 你先有一個新嘅收入，亦都有新嘅業績。除咗一個新嘅體系，一定要有新嘅思維，有新嘅格局。第一樣嘢記住啦，唔好諗太多。好多同學或者好多夥伴入到嚟，會好多問題問，正常嘅。但係你記住，好多人都做到，所以你只需要跟住一步一步做就得㗎啦。呢啲問題可能係覺得爭一個掣，可能係會覺得某一樣嘢未夠清晰，可能係會覺得好多疑問。但係你放心，呢啲疑問你唔會第一個問過，亦都喺課程裡面係解答咗嘅。你只需要返去再睇深啲啫。記住跟住一步一步做就得㗎啦。第二樣嘢。記住啦，喺創業之路，我哋嘅進度係比追求完美更加之重要，因為我哋係要 make progress over perfection。呢個係我哋英文講嘅句子，就係要有進度，比完美更加好。呢度我講一個例子，除咗唔好諗太多，同埋個完美，就係你去旅行，你去日本旅行。第一樣嘢，如果你諗太多會點啊？會唔會飛機會冧㗎？海關會唔會扣我㗎？搭的士會唔會俾車撞㗎？部 lift 會唔會壞㗎？如果我哋咁樣諗咧，一定係會有問題嘅。可能如果你得到一啲好細節嘅嘢，譬如呢架的士嘅車門點開，譬如機係點樣運作，其實你可以放心。當我哋知得太多，有時候我哋會諗得更加多。所以喺我哋嘅課程內容，俾足夠嘅系統你去完成，去成功做到你第一個10萬，做到你第一個100萬。第二樣嘢就係進度啦。可能我哋搭的士唔會要求一架好完美嘅的士，可能有時啲的士會比較舊，可能有啲的士唔係最舒服，但係我哋上咗的士，呢個就係我哋嘅進度。如果我哋唔行出門口，唔上的士，我哋去旅行咧，係一個非常之遙遠嘅距離。你要記住，創業咧係自己俾自己一啲目標，自己叫自己開始做嘢，對自己做嘅嘢開始有責任感。喺打工嘅職場上面咧，好多時候咧，我哋呢啲都係俾人哋俾嘅，人哋俾機會我哋，人哋俾工作我哋，所有嘢都係框喺人哋度。所以 welcome 呢個係你人生第一個自己創業之路，自己攞翻自己嘅一啲 decision。好啦，記住啦，每個章節都要完整去睇晒佢，千祈唔好跳。原因就係我哋唔可以由小一突然之間睇到小五，跟住諗住翻去小一，呢個係非常之亂，甚至可能你嘅嘢會碎片化，到時我哋去解答你嘅問題，只係一路喺度解答你嘅問題，而你其實答唔到你自己嘅問題嘅。呢個放心，我所有呢啲嘢都經歷過啦。無論你睇 YouTube，無論睇我哋啲嘢，我相信你都明。當我哋有樣嘢，其實係 human 叫做 knowledge
and information overload。當我哋太多資訊嘅時候咧，反而會令到我哋做唔到一啲決定。同埋，當你唔係按部就班嘅時候咧，好多嘢咧係會做唔到嘅。記住啦，為咗我哋按部就班，同埋我哋學識嘅時候係點啊？我哋真係去學嘅時候係行動。睇完片唔叫學咗，我哋要即刻執行。所以每一個章節跟住去做，睇完翻去 chapter one，然後再去行動。睇完再去行動，睇完再行動。因為透過行動，你會了解咗好多嘢。記住，到你未做第一個 sales，其實你呢個都係一個虛擬嘅一個試嘅，我哋嘅 testing。咁所以中間冇嘢錯。當你未 launch 出去，當唔係有一千幾百萬人見到嘅時候，其實只係你左耳同右耳中間喺度諗啊，會唔會得咧？啊，會唔會唔得咧？啊，我邊度進步咧？反而我成個系統裏面咧，會教你點樣揾市場，點樣揾流量，點樣揾產品，所以你所有嘢都可以放心。如果唔係，都唔會有100個或以上，or 100 and above 係做到呢個成績嘅。最後啦。我哋亦都係會將所有嘢咧俾多一個額外嘅支援，因為明白可能中間有啲細節性嘅嘢，可能係個人嘅問題，或者個人嘅了解，或者個人嘅進度，或者個人嘅狀況，所以我哋係會有支援，轉頭會再講多少少。放心，你係有後盾嘅，我哋就係你嘅後盾啦。希望你可以明白，我哋越嚟越多支援，同一時間亦都可能未必即刻可以秒覆，但我哋會盡量做我哋最好嘅去回覆。我哋亦都係一路喺度 improve 緊我哋嘅 support，尤其是一開始嘅同學仔，你會知我哋又冇 software，佢哋有 software，又冇 Q&A，佢哋有 Q&A，由一個星期覆一次，去到每日覆2次。我哋一路係進步緊，我哋成個 support 可以俾到你哋。好啦，我又講少少課程裡面嘅一啲支援啦，因為相信大家都想知啦，片就有啦，支援點可以支援，同埋點樣用咩方式。OK，第一樣嘢咧，我想講我哋嘅內容課程咧係有 structure 嘅。第一就係記住要順住去睇，因為呢個係系統嘅第一步。我唔會將 mindset 擺到喺前面，如果我覺得唔重要。我唔會利基市場擺喺前面，如果唔覺得重要。所以記住啦，每條片都要睇嘅。我係令到佢每條片都好短，同埋非常之實用，令到你幾時隨時隨地攞啲瑣碎嘅時間都可以睇到。咁當你睇完之後咧，記住啦，唔好咁快跳去第二集、第二集，撈一撈個腦。咦，我今日學咗啲乜？我攞走咗啲乜？如果你睇住每一個 chapter 係帶住揾錢嘅心態，其實你好多嘢未必吸收到，反而帶住一個學嘢心態、嘗試嘅心態，你會做得更加好。每一章記住啦，睇完即刻跟住做。有咩問題唔好問我哋住，唔好問人住。記唔記得我哋細細個學嘢，學生老師會唔會你一問題你即刻舉手？唔會，係老師問你哋有冇問題啊？咁同學就舉手啦。或者你會舉手，然後老師可以選擇答你同唔答你。同我哋一樣，記住我哋都有課後活動嘅。上完堂啦，我哋會幫你補習。上完堂啦，我哋有更加多嘅支援，因為想你慢慢去吸收。第二樣嘢就係記住啦，點解唔好問住咧？因為我哋想你寫低，寫低係最有用嘅。無論你 Q&A，無論 one on one 同我或者我團隊去做諮詢嘅時候，你會睇到你每個 chapter 唔明嘅乜，你會睇到每個 chapter 唔識嘅嘢有幾多，同埋其實我哋之前嘅 Q&A 或者同學有冇問過同一個問題，呢個都非常之重要。最後啦，可能你每條片要睇1至2次，你信我，每次你睇咧都解鎖唔同嘅嘢嘅。例如有冇睇過一套劇？你睇完一次有一種感覺，第二次有第二種感覺，你每次睇嘅嘢都唔一樣。就等於我哋每次搭的士，每日都係返緊工，都係做同一個嘢，但係我哋經歷係非常之唔同嘅。因為你隨住每一次嘅你攞走嘅嘢係唔同嘅，好似睇緊積木咁。你睇第一次可能有3張圖拼咗喺度，睇第二次你會將呢3張圖連結到，但再睇第三次可能會加多1張圖落去。所以我哋成個系統裏面咧係有晒所有呢個資訊，
你可以放心。好啦，關於問問題啦，你可以隨時問問題，呢樣嘢亦都可以放心啦。我哋裏面有啲咩咧？有一個 Q&A 嘅空間，每個星期你都可以問問題，我哋會一路 keep 住你嘅問題，然後將呢啲問題除咗回答你，我哋點樣可以優化呢個過程？第二樣嘢就係啲 chat 嘅支援，我哋喺 chat 裏面咧係會盡量去覆晒你哋嘅。當然啦，可能我哋會有啲時間要去 process 緊每一個人嘅問題。OK，最後啦，亦都係社群，你可以問大家嘅同學仔、大家嘅伙伴，大家一齊去做網站嘅時候，有啲可能小一，有啲人小三，你可以相信所有小三都一定係經歷過小一嘅經驗，唔會 skip 到嘅。咁所以咧，可能你有嘅問題，其他同學仔可以解答到你，或者其實原來有同一樣嘢問題，你可以見到之前同學仔問嘅問題，點樣可以抄寫或者去學習。最後啦，就我哋會不定去更新我哋呢個課程，跟住整體嘅趨勢去分別咧，或者去改變咧，我哋會 upload 我哋嘅 content 嘅。OK，好啦，嚟到最重要嘅一樣嘢啦，亦都係好多你哋想知道嘅嘢啦，亦都嚟緊點樣去用呢個課程同埋呢個系統啦。第一樣嘢就係點樣可以做到你第一個月10萬咧？呢個係你一步一步嘅路線圖，千祈唔好 skip。俾咗個大方向，一個我哋叫做 blueprint 俾你睇。首先講幾個階段，第一個階段你係要打實個基礎，種咗粒種子。第二，你係設立同上線 online，即係呢粒種子開始發苗啦。第三就係推廣啦，出咗一支苗之後，你出3支苗。最後啦就係優化啦，再強大啦，個 stem 嗰支竹個樹根越嚟越闊啦。咁最後咧，你就可以掌握到成件事就係一棵大樹啦。咁呢個亦都係你嘅成長。明白到呢個階段咧，如果你無啦啦跳咗入嚟，我想做市場推廣，或者市場推廣點樣做？你首先，如果你冇粒種子，冇粒樹幹，你上面嗰啲嘢咧係永遠聽唔明嘅，亦都落唔到地。OK，記住呢度唔係知識學院，呢度係一個系統令到你揾錢。OK，好啦，第一個階段你會學到啲咩咧？電商嘅概念啦，贏家嘅心態啦，同埋點樣揀一個我哋叫做利基市場，學習市場分析，呢個係非常之有價值嘅。你都千祈唔好 skip，因為呢個係會將你個底打好佢啦，令到你揀啱個方向咯。需時大致上係1至2個星期，睇下你哋個 working schedule，睇下你個星期有幾忙。無論你係去緊旅行啊、病啊、屋企人有事啊，1至2個星期一定做到。非常非常之多學生咧喺呢個 step 咧，其實咧一日已經做完㗎啦。當然睇下你自己時間。咁一個里程碑咧，一個目標啦，就係你會揀到一個 niche，同埋你會寫低點解你想做。其實如果你揾唔到點解你想做咧，記住其實你未 exit 到你呢個 step 嘅。最記得我見到最多成功嘅例子，成功嘅學生係佢一路都想做呢件產品，同埋佢睇完呢件產品咧係好清晰想做，同埋知道會成功嘅。好啦，第二個部分啦，就係要設立你嘅 Shopify 嘅網店啦。第一，研究下市場研究、市場產品研究、網店設立，點樣去可以揾到一啲 sample。同一時間咧，可以去揾一個趨勢同埋競爭對手嘅一個研究。記住呢度要做得非常之深入。單單呢度咧，已經係好多好多公司嘅 research 嘅部門啦，好多 marketing 嘅部門啦，呢度都係好有價值嘅。咁令到你可以開始開店，然後開始賣貨。正常嚟講，你會見到2至3個星期，超多學生、超多學員返緊 full time，係2至3個星期真係做到。你會見到佢線上面有5至10件產品，甚至係有1件產品都已經非常之足夠啦。記住5至10件產品最多都係 variant of one，係我嘅建議。早期嘅目標，OK，你嘅收入係慢慢嚟，唔係一嚟就100萬，唔係一嚟就1000蚊，係一嚟可能係幾百蚊。OK，你要有第一張單，你有第一個客，你先會有第二個客。好啦，再嚟啦，就係市場推廣同推流啦。記住前面做唔好咧，你去到第3咧，好似食蛇咁，會自己瀡翻落嚟，因為你未了解個底層邏輯。免費同付費流量、廣告同轉化嘅優點，將你嘅客戶穩定帶入店鋪係你主要嘅目標。3至4個星期完成呢度咧，
正常嚟講咧係開始有到5000蚊嘅收入噶啦。呢度再下一步咧就開始你擴張啦，開始睇數據，開始自動化，開始優化，開始測試，開始慢慢 build 你個團隊，開始你更加大嘅增長。呢度就係你點樣可以做到你10萬一個月，甚至100萬一個月。去到呢度其實係可以做到過8萬一個月嘅。咁最後咧就係掌握到個竅門，長遠令到你有自己真實嘅案例，解決到問題。呢啲長遠嘅策略咧，可以令到你盤生意咧越做越遠，越做越大。呢個係一個可持續性嘅一個最後面嘅一 part。OK，好啦，咁啊，最後咧有少少提醒俾大家，before 你開始，第一，一次過睇晒所有嘢，明白實行去 execute，我哋叫前進。記住，睇咗唔等於做咗，做咗唔等於明。OK，第二樣嘢，當你卡住咗可以點啊？喺 Q&A 度問咯，同埋 message 我哋嘅支援，唔使等嘅。OK，但係唔使等嘅意思都係每個 chapter 寫低咗啲問題，一次過問我哋，咁變咗我哋可以一次過答晒你所有嘅問題。咁其實你會學得快啲，我哋亦都可以非常之精準，知道你其實個問題喺邊，因為我哋非常之專業，我哋成個團隊都係做緊 econ，OK，所以你係會非常之了解到我哋係點樣可以配合到你嘅。仲有啦，我哋社群有啲分享啦，有啲同學願意嘅話咧，就會分享佢成績。咁我都好支持每個人咧，大家咧去 show 下大家嘅成績嘅，或者大家嘅鋪頭，呢個唔使擔心。而你下一步咧就係 Chapter One 開始啦。你有咗路線圖，你都有咗支援啦。而家係時候一步一步行出去，開始。而家可以一齊去打造你每個月10萬蚊嘅生意。Chapter One 等你。